来关心艺人炎亚纶和网红耀乐指控讲，伫伊未成年的时偷翕伊性爱影片。苏联地检署伫昨昏通知炎亚纶到案说明，伫昨暗冒开侦查庭了后，炎亚纶即摆是以5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。初三暗9点半，艺人炎亚纶伫苏联地检署接受复审了，以50万交保。伊行出地检署时阵讲，会配合司法调查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啦。那有一些事情呢，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。炎亚纶是8月早起由律师陪同到妇幼队接受讯问。警方侦讯2点钟了，家己带去的工作室搜索，下昼搁再搜查伊树林2个大所在，查扣伊的电脑、手机加云端下载大量影音资料。警方强调，专案是由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制作笔录也是为了要了解被害人报案时阵所讲的犯罪事情。我们针对那个被害人他所供称的一些那个加害人的一些犯罪事证，我们来进行后续的了解。那至于说那个罪名的部分这个我们请示检察官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确认来做后续的移送。这件案件是炎亚纶伫咧网红耀乐16岁时阵，甲伊交往，涉嫌违反对方的意愿发生性行为，也涉嫌伫咧对方拒绝了有关翕私密影像，并且做做影片外流。耀乐已经伫咧6月底报案，专案已经正在司法程序。苏林地检署伫咧8月暗开侦查庭了，以炎亚纶涉嫌违反儿童加少年性不实防治条例，有令新台币5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